详细介绍哦。因为咱也无讲目睭无快，所以我讲请大家家己看啦哦。我要讲一个就种内底写无着，足重要写无着啦哦。伊伫台湾成立一个叫做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全世界挂台语的基金会就甲伊尔啦哦。这条台大家认识。李江桥就是木村娘的妈妈，为着纪念伊摕一笔钱设一个基金会，互即摆伫台湾追求咱台湾母语上强的一个团体啦吼。所以我就嘛是对伊的脚步伫行吼，所以会甲伊真 close 真斗阵哦。伊对台语咱母语的贡献是足大，尤其伫音乐方面伊的宣传哦，咱怎样来请伊来讲这个。我遮有我的网站吼，遮伫遐其实毋免写遐济，就是因为这文章拢上网啦，所以人先写到，你若会当上网就会当去看遮。今日要介绍圣诗吼，咱拢知影圣诗拢是一首两首安尼来讲啦吼，所以这第几首，这无问题，咱就来跳过去吼。搁落来即个曲名，即个较吹气吼，嘛是咱拢无咧注重的一项，所以咱特别来讲即个物件吼。一首圣诗的曲名。敢若咱来身份证的号码共款，所以咱讲 social security 也好，还是讲 drive license 的迄个 ID number， 拢是即个意思。所以伊即款的有足侪种的方法啦，亲像讲用人名，像咱讲306写某杂字，其实即马306有两首，一个是 A， 一个是 B。A 写某杂字B 写第种其实即摆已经发现讲某杂字即个306A 已经毋是某杂写这已经做定论啦，所以即个写某杂字毋是真好的个。咱搁来看讲像516，我即摆讲的拢是古圣诗啦516写汉江就是下门的甲汉江无书写，是讲82首。写讲免落数这拢总是用即款的方法，就是讲用人名来做圣诗的曲名。所以你若看咱早起唱的圣诗，毋是早起早暗，你会看第6页会看第几页？你会看到圣诗72首，伊有写伫倒手边有无？圣诗72首写伫倒手边。有写3字的德文的字有无？迄3字就是伊的曲名。后摆你若只要看到这3字，你就知影这就是圣诗72首的调啦。咱讲曲调的名称就是这个调的名。所以我即摆上下骹这个用320首因为咱手顶无圣诗，所以咱用72首来代替。搁起来即抓又写圣经，像讲圣诗347首，有时咱行过清净美丽的迄首就是写 peace 这就是讲用圣经，心平安有富寡的头前，第一句就写心平安，所以这是用即款圣经。遮有讲起几个咧圣诗号切掉的名，有几个。就讲用敬拜215首，即个 communion， 有的是写讲 Rockington， 是讲圣诗115首写汉堡，其实这两个是会当通的啦。搁来像基督的美典，基督徒的美典374，这大家互咱看者，总是咧唱的歌，过349以后，足侪拢是用天龙。用时间，像咱圣诗第一首有写 Vespers， 就是晚祷的歌，遮有 Evening Hymn 啦，还是讲 Morning Hymn 等等，这拢是用时间来分的搁来台湾，像圣诗444A，写讲
creation 这就是威利海顿的创世纪内底出来。像讲339 Samson， 就是为迄个神剧 Samson 出来。是像咱有时会听到101，迄个讲 Judah Maccabeus。这你若要爱我跑你唔免听，是手到要死。唔免翕较济啦，迄已经有啊。像讲乌汉队34首还是500对，这就是为迄个咱讲以前的 Anglo 迄个做 South 就是咱讲英国的圣诗内底100首的调还是讲人名，咱拄仔讲过迄东西啊，莫扎特、门德松，伊遮写讲神鬼，这332我做基督点点，即个嘛是啊，是像讲80首的迄个神鬼，你想讲迄是所在其实迄嘛是就是迄个作词的啦，作词的啦。搁往拜顿来行，咱讲第8首，迄个哈利路亚阿门，即个神教是 Edinburgh， 这是拜顿来行，圣经15首学的往圣家神尼可拉斯还是讲圣克鲁格，这就是150首。要去迄个苏格兰传道即个圣家搁来像讲作曲家的出生地淡水32个路易多罗斯这首歌，搁迄个160首迄个王威廉士迄个出生的所在160首，这是象形革命的诗。为王讲名，像圣诗170写讲 Austrian hymn， 这本来是 Austria 的国歌French 其实这个唔对啦，290首，你若看为圣诗是写单字是苏格兰的地名，因为伊是为 French South 出来，所以迄是应该是一个圣诗的内底才有写 French Geneva South 内底出来，所以应该是台湾。山山有一款的，人大的所在 ，Belmont 大学 University， 这就是迄个 Oxford University 咧做教授，所以就是用迄做名。这做名，这较趣味是第2个 SEKYYD 伊拄好将伊 DYKES 倒头变。所以用安尼来做，这是圣诗51首，现在，迄个作曲家啦，搁圣诗190首点。搁来诗人 Dix 89首 ，Top Lady 替我拍看就完心，这拢是诗人，作曲家拄仔有讲过，2个我拢有提起过，Smith 甲莫扎特，像咱个上海拢东西。300 搁落来即个人拄仔提起即2个人，拢是迄个话你讲话圣诗的编辑，这差不多20世纪初期的圣诗的编辑，1905年出版的，伊内底即个另外即个人，即个麦卡锡即个人，伊有写一本册《Hymn Queen's Name》这本册内底，伊特别提到美国圣诗的作曲家，即个 Mason。Mason 咱可能较知影，你若看《铁达尼号》上尾啊，船要停落去，就是唱伊的歌啦就是北大年咱即马内底迄个北大193跟200多钱，所以这就是铁达尼号要停落去迄工团咧弹的歌。伊内底有特别讲起，讲即个人真爱用圣经的名
来做姓氏的曲调名称啊。所以像讲94首，普世同庆这个圣诞歌，伊就用安提学哦。啊，拄我讲这用表大字，有用戏表论等等这个名哦。啊，哈伯叫这个是396首的做事的人吼，伊写的诗有遐尔济吼，其中306吼，就是咱姓氏306。啊，伊互伊的名嘛是足济都用圣经的名，像以弗所、罗提甲等等遮吼。啊，有用圣经的字母，像犹大、拿俄米等等吼。啊，搁来哈伯叫共迄个人，伊用保罗的朋友。啊，搁倒来讲有用圣经甲神学，这可能咱知影者就会使。哦，啊，教会历史，咱拄仔讲到迄个戴克斯伊写的即个现在，姓氏51首，讲尼西亚，因为3一论是尼西亚的重要的议题，哦，尼西亚会议的重要议题，所以才规定教会书类。另外，伊有讲起着遮迄个。用哲学家的名，像发明几何即个吼，还是讲用实物的名等等。啊，这当然是较少用到，有时间啊一两个例尔，伊嘛甲摕出来做特例来看。啊，搁倒来就是讲，这曲调是安怎来？开始有用曲调是1594。迄当阵 Thomas East 哈 ，Thomas East 伫咱的姓氏，像讲87首内底，就是伊写的。啊，伫遮内底又用足济名，这拢是英国当时的名，所以迄当阵用英国的地名做姓氏的刻名。所以你来看头前50首，咱讲是诗篇。你来看头前50首，像讲拿落咧直直走姓氏第14首。迄 Lucas 吼，迄就是苏格兰的地名。啊，像讲姓氏第6首，咱讲摇花是我无食，啊，写讲做开梦，迄就是讲作曲家，还是讲做事的人，伊捌伫遐梦话过，还是讲伊伫遐有做啥物代志，拢用地名来好吼。所以遮拢共款用即款。啊，伊即个人的看法就是感觉讲，这就是姓氏的曲调，伊遮开始。啊，即个是迄个 Ravenscroft 吼 ，Ravenscroft 伊互遮每一首诗号名，啊，所以这1621年以后，只要有写姓氏的人，伊拢有一个名啦。哦，啊，迄当阵一本姓氏内底有12个，叫做普通的文律。啥叫做普通的文律？就是咱姓氏内底每一咱若台语就是讲每一字就算一吼，所以你若看姓氏72首，伊的倒手边的面顶有一个写字的，一个写数目的。你看姓氏72首是安怎？数字是安怎？7数，1数哪1数？个个字一模一样。数700。14啦。14哈，14啦，无1数。啊，所以第一句就是有14个音节啦吼。啊，你若为英语来看，伊是14个音节，若翻做台语，伊嘛爱翻做14个。哦，所以这就是叫做韵律啦。哦，就是讲规句来做14偌济。478，安尼看强壮规字，所以伊每一站拢爱遐个字，哦，这就是叫做韵律。